AI 發展的輝達 GTC 大會，我嘛受到全球的關注。相關的概念股佇台灣股市這兩天嘛大起。黃仁勳昨日接受記者訪問的時，閣再強調講，台灣廠商是真重要的供應鏈。伊認為講未來唔那輝達，全世界會閣繼續依賴台灣。黃仁勳嘛表示講，明年輝達 AI 先進晶片會有1兆美金的規模。今日解破新聞，咱就要請萬婷來為咱解破黃仁勳佇 GTC 大會對 AI 發展的說明。是主播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今日解破新聞就要帶大家來看輝達的 GTC 大會。這場大會唔那是電視技術的舞台，佫較是 AI 產業未來方向的指標。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這回嘛提出新的規劃，顯示講這 AI 運算能力是正在進入後一個階段。親像伊都預測2027年，這 AI 需求會大幅度的來成長，變甲非常的搶市，所以有機會來創造1兆美金的商機。伊嘛有講到講要推出新的 AI 代理平台，也就是 Nemo Cloud。這款會當家己解決問題的 AI， 雖然是真方便，不過也是有資安的風險。也輝達就為着這款 AI 來加強安全方面的防護，讓企業會當安心使用，免驚資料漏失。遐未來 AI 嘛袂干那佇咧虛擬世界爾，甚至會當看到實體。親像人形機器人或者是自動駕駛車，攏是 AI 實體化應用。也這屆的特別來賓，迪士尼的雪寶，伊嘛是其中一個咧。佇咧現場，甲黃仁勳來開講來互動，是引起大家關注。也上尾是要互 AI 進入太空，來打造一個專門的運算平台，互太空嘛會當建立資料中心。黃仁勳的演講是互大家對 AI 的想象甲期待是更較明確，也這嘛帶動台股個科技股市的發展，攏有真好的表現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聞，咱將鏡頭交轉去主播。